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嘅課程係運用人工智能及電子學習工具，提升小學視覺藝術科的學與教。資訊科技嘅進步，為視藝科帶嚟咗好多創新同埋機會。教師可以運用好多唔同嘅電子工具、應用程式以及人工智能去豐富學生嘅學習。為咗優化學生嘅學習效能，喺開展新嘅課題嘅時候，可以讓學生使用平板電腦嚟作出預習。喺課堂中，又可以運用平板電腦作為教學嘅輔助工具。喺老師講解之後，讓學生為自己嘅構思同埋作品去作出個別相應嘅資料搜集。課後亦都能夠透過網上嘅平台嘅共享功能，引導學生去進行討論、觀摩同埋共同評估，俾學生有評鑑同埋欣賞同學嘅作品嘅機會。接下落嚟嘅幾段影片，我哋會逐一介紹唔同嘅應用程式及平台。第一段影片係 Stop Motion Studio， 第二段係 Nonio Notes， 第三及第四段係 Canva， 第五段係 Google Arts and Culture， 第六段係 Pic Collage， 最後會用10條選擇題去總結今日嘅課程。